大家好，我係歌影視藝員魯振順。各位精打細算嘅健康達人要注意啦，有筍嘢益大家。嚟緊嘅6月13號到15號咧，喺灣仔會展有一個健康博覽嘅，係免費入場㗎，免費入場㗎。最震撼嘅咧，就喺全場咧有總數超過6000份嘅產品，分別係10蚊、30蚊、50蚊。佢嘅零售價咧係超過200萬㗎，平到你唔信，咁好嘅福利啊，梗係手快有手慢冇啦。仲有啊，你屋企咧有長者嘅話咧，就更加唔可以錯過㗎啦。因為咧呢個健康博覽咧，為咗係幫政府咧係促進呢一個銀色消費咧，特別為我哋銀髮一族咧就搞咗一個閃閃銀光活力派。咁咧有好多好啱聽嘅健康嘅講座啦，聽完啊仲有禮品送㗎。仲有啊，記得帶埋張樂悠卡喺銀髮專區度咧，以優惠價咧8蚊、28蚊、48蚊咧，可以買到嗰啲健康產品㗎。錯過咗啊，咁啊等明年啦。